站因為站外面食水管爆裂，一度受影響，列車服務恢復正常，但係站入面嘅升降機同埋扶手電梯暫停使用。北韓領袖金正恩同埋同父異母嘅哥哥金正男喺馬來西亞被毒殺，佢嘅大仔金韓松亦都失蹤。美國白宮話係特朗普要求涉嫌私下同俄羅斯大使通電話討論制裁嘅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辭職。多個國會議員要求調查弗林咁做有冇違法。詳細內容，南港島線列車服務今朝早回復正常。運輸署宣布接獲港鐵通知，尋晚因為海怡半島站外面食水管爆裂而受影響嘅列車服務喺今朝早已經回復正常。受事件影響，海怡半島站嘅升降機同埋扶手電梯暫停使用。港鐵加派職員喺站入面協助。尋晚食水一度湧入站入面，地面積水至到腳眼。海怡半島車站夜晚水浸，由觀眾提供嘅片段見到車站大堂天花不停漏水，地面浸滿水就好似水塘咁。站內商店嘅職員要坐喺台上面。開頭好似水簾洞由 B 出口開始滲出嚟，咁去到過咗冇幾耐，大約2-3分鐘或者5至10分鐘之後，就好多水湧嚟，又好快咁樣啦。咁最後就浸上到腳眼。水亦都浸到月台位置，扶手電梯要停止運作。有乘客話，港鐵喺站內廣播話，由於車站大堂水浸，喺月台嘅乘客唔可以經大堂離開車站。港鐵安排佢哋上列車到利東站離開。港鐵話，夜晚大約9點，海怡半島站出面有唔屬於港鐵嘅水管爆裂，海怡半島站要關閉。港鐵安排咗免費接駁巴士俾受影響嘅市民來往海怡半島站同利東站。港鐵職員將沙巴運到車站。港鐵車務營運總管李勝基到站內了解，海怡半島站喺大約午夜12點半局部恢復服務，但係車站大堂仍然有積水。港鐵預計海怡半島站朝早服務唔受影響。車務我哋應該係好有信心可以恢復嘅，正常嘅。但係裏邊有啲設施呢，我哋仍然係比較一個穩妥嘅安排啦。而家我見到呢，比較受影響呢，就係電梯啦，同埋電扶梯啦，因為都有水，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有機房啦，咁我哋要機房冚唪唥係即係要乾晒啊，然之後呢，檢查晒所有機電嘅工作呢，完成咗呢，我哋先會開翻晒呢啲咁嘅扶手梯呢，俾市民用。咁啊，可能會有少少不便。水務署亦都派人到長山水掣並進行維修。水務署話，爆裂嘅食水管係私家喉管，已經安排2架水車同8個水箱到受影響嘅地區提供臨時食水供應。無線電視記者簡慧儀報導。馬來西亞警方話，北韓領袖金正恩同父異母嘅哥哥金正男喺當地被暗殺，而美國強烈相信係北韓特工所為。金正男星期一喺吉隆坡國際機場準備前往澳門嘅時候被殺。警方話佢喺機場嘅購物大堂並未過關嘅時候遇襲，向顧客服務櫃台報稱身體不適，要求協助，話感到有人從後捉住佢，向佢噴灑液體。有南韓傳媒報道，施襲嘅係2名北韓女特工，佢哋事後坐的士離開。亦有報道話金正男係俾人用毒針殺害。金正男被帶到機場嘅醫療室之後再送院，最終喺途中不治，會安排驗屍確定死因。當地警方展開調查。馬來西亞警方初步調查話，金正男係持有以姓名為金字嘅北韓護照入境，呢個據報係佢化名之一。現時南韓外交部表示唔能夠確認報導，而情報部門就暫未回應事件。美國國務院就表示留意到相關報導，但拒絕評論。不過路透社引述官員話，美方相信事件係北韓特工所為。金正男係已故領袖金正日嘅長子，曾經喺瑞士留學，一度被視為接班人。據報佢同被金正恩處決嘅姑丈張成澤關係密切。不過金正男2011年被揭發同家人持假護照到日本去東京迪士尼樂園玩，之後被驅逐出境，激嬲金正日，之後逐漸淡出北韓核心權力圈，並轉到澳門同內地定居。
專家分析，雖然並冇證據顯示金正男有意推翻弟弟，但金正恩仍然有好大機會下令暗殺金正男以鞏固權力。另一方面，外界亦關注金正男嘅長子21歲嘅金韓松嘅下落。韓聯社報道話，金韓松舊年喺法國巴黎完成學業之後，曾經到過澳門同內地，但目前行蹤不明，未知安危。無線電視記者鄧子佳報道。美國白宮話，總統特朗普對涉嫌私下同俄羅斯大使通電話討論制裁嘅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失去信心，要求佢辭職。而弗林嘅做法可能違法，多個國會議員要求展開調查。弗林出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只有3星期就辭職，白宮交代更多詳情。弗林被揭發舊年12月底未正式就任國家安全顧問時，私下同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通電話，討論時任總統奧巴馬針對俄羅斯嘅制裁。弗林起初否認，並獲當時候任副總統嘅彭斯辯護。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話，司法部幾星期前知會白宮，弗林嘅講法同情報部門所得嘅資料有出入。總統特朗普隨即要求白宮顧問審視情況，認為唔構成法律問題，但特朗普認為弗林誤導彭斯，對佢失去信心，要求佢辭職。The presiden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General Flynn's relationship misleading th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s, or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had forgotten critical details of this important conversation, had created a critical mass and an unsustainable situation. The evolving and eroding level of trust as a result of this situation and a series of other questionable instances is what led the president to ask for General Flynn's resignation. 屬共和黨嘅眾議院議長瑞安認為事件關乎國家安全，特朗普要求弗林辭職決定正確，但弗林引發嘅爭議未必可以即時平息，因為弗林同俄羅斯大使通電話時仲未正式就任，可能會違反禁止美國公民私下同外國政府協商外交糾紛嘅洛根法。共和民主兩黨都有國會議員要求國會調查弗林同俄羅斯嘅關係。There needs to be an independent and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e White House knew for weeks that General Flynn misled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at his discussion about sanctions with the Russian government could potentially compromise our national security.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話，情報委員會好有可能會就事件展開調查。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央巡視組舊年年底第2次進駐重慶審查，批評市委領導班子清除薄熙來嘅圍堵唔夠徹底。2012年2月，重慶前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逃，走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觸發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喺中共18大前倒台，兩個人相繼被判入獄。18大之後，中央巡視組喺2013年第一次去到重慶巡視，相隔3年幾之後，中央巡視組喺舊年11月到今年1月再回頭看審查重慶嘅官場情況。巡視組批評重慶清除薄熙來、王立軍思想圍堵唔徹底，學習貫徹總書記習近平講話精神有差距。另外，國企腐敗形勢依然嚴峻，違反中央8項規定精神問題冇得到有效壓制。回頭看，深入揭示了省區市黨委有的四個意識不強，有的管黨治黨寬鬆了，有的執行換屆紀律不嚴。巡視組話，重慶市委領導全面從嚴治黨不力，擔當意識唔強，選人用人把關唔嚴，一啲幹部更加係帶病提拔，有領導幹部18大之後唔收斂唔收手。我作為市委書記，首先要負起第一責任的責任，帶頭深刻反省，帶頭查找問題根源，帶頭抓整改落實，帶頭抓源頭治理，親自跟蹤督辦，層層壓實責任，層層傳遞壓力。現年54歲嘅孫政才18大進入政治局，外界當時認為佢喺19大有望躋身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第6代領導之一。但有評論就認為，從近期嘅政局嚟睇，孫政才仕途或者有變數。
孙政才又是最有希望入常的政治新星之一。对重庆的这种批评，好像跟其他3个城市的批评不太一样，感觉好像比较重。现在形势不是很有利，我估计他被挤掉的可能性比較大。除咗重慶，中央第11巡視組仲回頭進駐北京、廣西同甘肅。其中巡視組提到，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石文舊年涉嫌受賄被起訴嘅事件，後續處理工作唔及時。北京黨管幹部唔嚴實，黨內政治生活唔嚴肅，存在以權謀防等問題，小官巨貪，幹部選拔任用唔規範等等。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喺中央黨校出席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強調幹部要嚴格自律，防範被利益集團圍獵，同自覺主動接受監督。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欣報道。紐約股市繼續創新高，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話，未來幾次議息會議係會考慮加息。咁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道。無啦啦多咗支槍，點算啊？嗱，諗賣咗支槍佢啦。你諗住將我支槍賣翻俾我？有冇見過呢2個人啊？搏夠過2條友，我當1000蚊紙啦，真係賊贓嚟㗎。我哋發散陣人都抄唔到啲咩料，反而俾你抄到咁多料。以後你叫重案組幫我手。日本喜蛙縮一消便秘丸特約，迷今晚9點半翡翠台。懲教署強調懲教並重，佢哋嘅日常工作同入職條件係點嘅呢？我哋希望考生要有服務社會嘅使命感，同埋認同我哋嘅抱負任務價值觀。喺公司遇上應聲蟲，有冇需要注意嘅地方呢？職場制勝，星期5晚7點半 J5。叢林高手特輯，將舞台搬到叢林，幾時都咁好唱口。喺咁嘅大海，作首歌出嚟。入水能游，演繹叢林獨有節奏。叢林的法則，東帝汶之旅，星期日晚9點 J2。寶寶嘅未來就喺你掌握之內。Aptamil 白金版蘊含獨特嘅 EMP 配方，配方啟發自歐洲尖端科學，含專利益生元組合同非化學轉化嘅 Essential Palmitic Acid。幫助寶寶邁向將來。Aptamil 白金版領先一步科學，啟發自 Nutricia 科學。憑藉睿智眼。